就是因的长亲较少年的时做伙起厝伫遐。迄阵咱大家拢少年，大家拢有买币，有小买币小买币叫大家拢有自由工商，大家拢长亲，尾仔咧囡仔上就讲安尼集中管理，囡兜有囡仔拢集中管理集中管理无可能讲骗伊，用污泥或者用迄个变甲饲命嘛吼，他们就会设计一些课程。设计一些课程的时阵呢，到引申现在他们在正和书院是迄个开这个幼稚园的因缘，就是有遐来，因正要去遐读幼稚园的歹势，你出事了，甲摕户口名簿来白哦，毋是你要去就当。假如讲因一当的事，你可能就失败了。因的品质啦，就是讲话你口碑啦，口碑就是讲话像咱儿童读经，是咱的三一班款，你毋免要求济，伊讲话你若3个，若无下条件我拢无爱收，若剩3个我就3个来就好，我甲品德教育教互伊真正讲感受足好，出去因的时大人就去报人就来你若讲惊无人，我紧来厝边拢总收的，无下条件，拢总收的，结果收咧，结果呢，无得到好处。因为咱讲口碑不好的话，当然出去甲你宣传，你坐人嘛变到无人。伊讲你收无够了，没关系，你甲教好就好啦。迄个口碑传递，你嘛免去分低的，你嘛免着去用啥。它自然就会来。当然，伫咱道场所规个课程，当然咧，若会当做到安尼是上介好啦。就讲咱这个课会当引诱大家等，大家会当来参加，安尼咧，变成咱就安怎咧，咱就毋免去烦恼得亲别来。当然得亲别来嘛，就是讲道场真的还是有责任啦，有责任去得亲和缘起，因为咱做活动时。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成全小组，咱就是讲要安怎引导咱的心得亲啦，咱讲真诶啦，咱真啦，要来照顾咱过去有求道的啦，就主辅有求啦，我们就办不完了，咱是安尼。只是讲，当然，逐当拢总是爱有点道嘛，因为抑佫有淡薄求道，当然就是爱点。咱若如果讲会当甲咱过去，得到的，那么咱会当去来重新甲伊筛选出来，咱会当去甲伊这，咱是安尼，嘛是会当来找伊风清啦，毋免讲真打祈祷的，当过来找伊就好啦，安尼咧，其实要做的应该是做这样。所以讲成全组呢，咱的责任就是讲，像咱讲咱囡仔生落来，无钱咧，怎敢卖赚？趁钱。无人食，无人食，你爱去想办法，爸母爱去想办法来饲这囡仔，等于伊的责任就是这样。要安怎甲囡仔会当甲栽培互大汉，要安怎甲栽培互大汉，那当然这个是责任的。咱今日大家拢总是干部人才，咱来甲想，咱会当伫遮尔济人无求道、有求道的、有求道、有亲口的。会当便于邀请干部人才，当然啦咱毋是讲安尼咱家己咧夸赞自己，其实这个有因。大家敢有认同我讲一句？当然，咱袂当自我膨胀，安尼我就是过去应该是拢有收甲这安怎？其实这个开台圣龙伊讲的，会当参考的是你有7档嘛。会当住学堂，你就是10岁嘛，有7岁，有10岁嘛。咱来甲收10岁，甲进，互咱会当去参考，去来做人才。咱伫这10岁内底，你花费了偌济？你敢知？你过去牺牲了偌济？你敢知？这世咱安尼付出的就足济啊！你10岁累积，因为你过去就是有付出，但是累积今仔日。这个因缘有求着会当上干部人才，敢是安尼？安尼你过去的付出够济？
我讲你讲讲袂了，你即世人要追求的，追求无够，该该落去啊。所以咱过去已经付出足济啊。那么伫即世人的当中呢，咱若无好好啊把握即个因缘，哦，过去的付出，咱讲真诶，那么也是化为乌有。哦，所以讲呢，咱今日咱先就一个干部人才，道中上来讲，你是一个推手，这来历真正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敢是安尼？哦，不是讲咱家己直接自夸嘛吼。有影呢，你也甲想要有那一种观念理念的，咱讲真，你无可言，你要怎样？哦，你不能去成就的，别进入到这个佛堂，咱人遮济人为嘛无信心的，哦，嘛是有，啊，为人做虔诚的也是有，但那个很有缘嘛，哦，啊，所以讲呢，咱今日去大家有这种的成就，其实也就是咱过去已经奉献无数。所累积到今生今世来的，安尼咱唔通甲放弃，咱爱不断继续，咱讲查小可尔，查小可尔吼，咱就是爱努力，哦，啊变安怎会当讲完各方，啊，这就是讲咱今日呢，当成就一个干部人才，到今天的这种阶段呢，真的就是来历，哦，礼拜当发度了。那么成前主快不快乐？哦，当然他都有去讲着啦，哦，他都有去讲着吼。去讲着的时阵呢，当然咱大家有咧推动着，敢有辛苦？即种咱是咧讨论啦，哦，咱咧讨论啦。他拄仔迄个是咱讲师是讲吼，咱毋通伫其他咱的佛学大众内底吼，好咧，安好到你死，好迄学咧吼，安怎拄个怎？他到底有咧讲，我安尼若安尼叫别人听，真的他就不敢踏进来了。哦，跟你学习道理嘛，哦，这刚是较简单，伊安怎不安怎，我讲偌济苦咧，伊咧甲看摇白啊，我放人听，伊甲讲，我讲，所以伊就讲啦，哦，伊就讲我没关系，我可以，哦，啊，其实就是讲吼，咱嘛涵养家己个，啊，咱嘛毋是咧骗迄个佛法噶。因为有影，咱就是要帮忙成全他突破那一种瓶颈。哦，因为这了有困难，哦，安尼各位是咱帮忙他突破。拜托你一个月要去领那个薪水，甲名字感觉有困难，免讲嘛有困难，啊要生活啊，免讲嘛艰苦，尤其是他多好势，他多讲我们道场没立场啊，今天你要来修来修，讲一句开，我们也没办法去跟你。规定讲你无来袂使，敢是安尼？有立场啊，只有是种鼓励尔嘛，哦，鼓励哦，会当共同协议哦啊，所以讲呢，当然伫啊，莫讲是成天主啦，跟咱事务所共款啦，吼，当然做起来啊，推动这个道路啦，哦啊，帮助到呢，拢总是一件哦，真正辛苦哦。那么伫辛苦内底呢，哦，能够苦其心志。苦其心志，咱要历练那一种心智，哦，你袂感觉讲你是咧食苦，哦，爱把迄个苦呢，那么会当甲平息，哦，那么呢，咱讲食苦当作食苦，哦，啊像咱即个要去祭天，辛苦无？辛苦啊，搞不好袂上4点要坐车，啊，佮今仔困去，毋知影起来，搞不好规暝拢无困，安尼有艰苦无？真的很辛苦。啊，其实要成就是真正是对的。哦，我听到林华富领人，你敢问较贵的？伊讲对的。哦，我听一下吼。啊，想讲咱咱一区呐，你用啥个？讲嘿一个安尼真济，做排25个哦。我想讲拢免烦恼，拢做到44个尔吼。这拢毋免去烦恼，毋知安尼问起来吼，就这么困难。哦，啊，因为或许会啊。去靠处理做叫学媒体，哦，啊，因是拢做诚心的人嘛，敢是安尼？哦，啊，当然处理做叫就因咧想想讲人有人啦，哦，人有人吼，啊，我就处理做叫就我就生物线哦，就是调就较无方便啦，哦，安尼，啊，所以我拍电话去，哦，当伊嘛安尼讲，哦，啊，伊讲，哦，啊，我都讲。
因为用迄种吼三声无来吼，啊，就靠条甲笑。啊，安尼拄当去，我嘛爱去，我嘛爱来，哦，啊嘛是句话哦，啊，伊大身无救命，毋是伊艰苦去，是讲人拄啊好有人啊，有影哦，人有当时啊拄啊较有人的时阵咧，当然没有那么多名额咧，嘛有人会当去。哦，啊，没错，伊嘛讲哦，真艰吼。几天啊嘛足艰苦咧，啊安怎咧？吼啊规暝拢无困啊，啊就听咧伊讲好啦，啊无我等来遮困，啊才爱困药啊，上班嘛还是在课，哦啊所以讲，其实咱咧用咱的成就，拢总是伫难忍能忍，难做能做。若讲简单的是倒定年间的时阵，迄种的贵气搁连游落较袂出来。哦，啊，所以讲咧，就讲伫迄个困难的内底，那么咱会当讲哦，啊，心甘情愿的讲啊，没关系，哦，较艰苦咧，因为或者等一下咧，讲师张讲师也有，点文师也有讲过，较艰苦，咱袂去比迄地方，迄地较艰苦。哦，这后壁互我有写，啊，互我吼拄啊好有一间，啥物班吼去泰国。啊，应该是因遐个花费吼，啊去因可能是3工的，啊就是几啊工咧请假，啊因就去做迄种杀生的吼。我第一个看的，我想讲去到遐啦吼，啊当然去到遐嘛是爱大家观摩嘛，看人安尼整合起来，啥物资料咱会当甲捡回来哦，啊就杀生的啦，迄太鱼哦，从啊一天头拔一支铁啊咧，教老师啊面教啊一天头教去掠去铁啊嘛吼。啊，安尼来安怎用迄落迄铁皮啊，迄大支的哦，撒来我头壳，落，甲迄只单落落，倒落安尼吼。啊，即摆也是伊白刀入面，哦，啊，白刀入红刀出来，迄花像迄个水沟仔水安尼咧流，有偌只。我看哦，迄阵啊，咱讲即个吼，规个山中，苦就对啦，我沿途做长生死，你敢知影？因为我一定要甲看卖，我到底伊个结局是安怎吼？啊，嘛会当斟酌家己的迄个意识，因为安怎讲，你咧讲话靠话讲嘛，当初是讲安尼咧。你听者看者，你有话讲的咧，毋是讲吼真正安尼食饱因为拢毋免去用咱来，你要讲道理滔滔不绝，不可能的事啊！哦，然后这长生死吼，安尼三种靠有单，啊，即摆来看太低的啦。迄台机有迄种啊，伊才我办出来，伊毋是以后经过迄个现代化的啦，啊有经过较古老的传统的伊办出来，啊伊一大支铁棍啊，举起来伊头壳是拄甲伊倒的，然后搭一个刀，哦，伊阿妈有钱，佮刣鸡啊、鱼啊，佮刣鳝鱼啦吼，我想讲，即要来收吼。若无小心走入遐去吼，你看像这吼，实在是艰苦死。所以我迄阵啊吼，心内嘛想讲吼，较艰苦吼，我看爱较忍耐啊来收咧吼。无心甲足冤枉无嘛，莫出世足真倒去吼。哦，迄阵啊看咱是艰苦，有影啦。啊，你佫较艰苦就比迄地啊佫较艰苦，敢是安尼？哦，有影啦吼。啊，对老师讲诶，哦。讲你是咧白苦，还是咧吃官的苦，还是要来做艰苦？大家讲，我嘛要来遮做艰苦。啊，有啦，其实在道场也真的，大家都先后并行，真的要做起来也蛮辛苦，这个是肯定的。好，啊，只是讲一件所在呢，啊，我们知道就好。哦，啊，迄个有当时较新的就亲，咱嘛，这是艰苦的。哦，大家就先你要甲伊引导吼，伊是换来歹势甲你讲，毋嘛咧讲啊，你是要来去甲引导啦，啊，所以讲的人，这点人事情可能当着啦，咱爱讲没关系，我可以啦，是在打气引导，其他都无关系没关系，我可以，啊，其实啦咱前2点文书啦甲前几只。咱有可能伫外表看见他们在做事情，好像都是没什么爱的其实都有爱的。啊，毋有呢，迄个爱毋是爱
所以讲呢，也是爱还是为了自己生死我们要尽心尽力，成就还是要成就还是自己的，要做去勉强自己。对啊，咱们也有讲到这一句话啦当然就是我们爱行道亲无可能来，不可能。所以为什么爱封亲？封亲你有机会啊，但是你无封亲，等于无机会。你拢干那联络身段的，真的没机会。咱就是讲会当筛选出来，咱要安怎讲行出去？行出去，当大心会勉强啦，因为咱讲你无习惯，要出去做过。毋过你勉强一届、两届、三届、四届的话，其实是无时间，你嘛安排时间。而你做无愿意的内底，你也会变成做自然。做自然了后，你就袂讲感觉讲这件代志好像敢若做对我有一种的障碍，应该就袂啊。因为安怎讲，你已经习惯成自然之后，那一种障碍自然伫你心中解除。摊开是感觉咱咧做啦，毋过你心中无迄个我所以讲呢，咱就是爱先大先一定爱勉强家己，勉强家己你若像师弟安尼讲前年的班开了，班到今年班未到我讲师弟你到不远的人，安尼是毋是安尼？咱先去来讲这条边啊，坐袂煞，身份就无问题啊，敢是安尼？你确定吗？我按确定。你按确定好。你要按确定那就好。再辛苦你再来再辛苦总比地狱好所以讲呢，你这所在的让大家相互勉励啦，互相鼓励，家己修行修行较艰苦的大家竞做伙，就会当来突破。因为安怎讲，咱推动这个道路以爱上来讲，这是种咱头的代志。咱大家我们爱想家人共同的事情。咱先讲爱上好啦，免讲意有深长就是讲今日咧杀这个道路，就是咱大家人的一个大事。因为咱拢总是毋是在遐的命，是讲有私人甲责任的。有足侪在遐的，不见得他们有责任但是咱今日既然点传师找咱做干部人才，当然就是有使命。咱大家拢是一致的那么有课多听不要毋茫搁迷埋伫这个人间为什么讲有课爱多听课就是要收费嘛那么咱做工课就是要收福你收福无收费迄个服装会造罪嘛收费无收福，退中嘛糊涂嘛所以讲呢，我们多听课就是助长咱的体验。修道就是安尼咧，咱不断的受教育，有啥个道理？有啥个道理？所以咱伫佛堂道场的摊会，那么咧基业摊会遗嘱当然咧，咱就是爱多听课，有时间若无的话呢，私底下爱看册，爱看册，你像师弟迄天安尼讲，我讲无开课，你私底下该看，该看嘛是有帮忙啦，所以讲呢，主要就是讲，咱慢慢增长咱的地位。为什么咱讲体育班开对地位啊？真正咧，咱今日大家会当讲伫道场甘愿行出来付出，毋是行出来，大家无谓的付出，咱讲今日话会使讲是无限的那么呢，为什么？那么咱嘛就是讲，无必有这个地位，想讲无爱个颠覆伫这个世界。你若无迄种的地位，对无？好更较好咧，对无？嘛无法度真正有帮助到咧。所以讲呢，有课多听啦，不要迷昧在人间。就是主要无要迷昧伫人间。
因为咱若无智慧，当着逆境，你会打退堂鼓。你敢若做是收福报尔，你没有智慧。真正呢，一刻跳倒呢，你有听捌开启着你的智慧，你的真理会使讲是真相续。你当着有可能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慢慢把它抚平。精中的智慧，你就会突破难关。你当着困难，你袂去用困难给你做变。若无你没有方法，真的你没有方法，你会倒，会倒。所以讲呢，咱就是有课多听什么班都参啦，售后是自己啦，当然呢，咱会当多参班，爱当得关通。那么呢，就是咱的付出点点滴滴付出，天际钱嘛，就是讲咱会当家己去收获的。咱的班不是咱我所做的是别人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呢，为什么讲什么班都参？也就是讲我们也多能多听多闻，当下多听多闻上天给你机会，而你肯不肯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上天给咱机会，因为詹典回师呢，咱有听讲嘛，他还是一路上还是坎坷的，他一路上还是坎坷的，因为大仙爷身体嘛无好的本来是发生过重病嘛，那么伫一路上呢做来，嘛是安那呢，上天不断给伊机会，给伊机会，那么呢，伊会当真正要家己，给家己有一个机会，所以当有法度去成就。你若讲上天给咱机会，结果家己唔肯，那当然啦，神仙难救无难救，真的没办法啦。所以讲呢，迄个张讲师讲仙佛他不会叫你去地狱，但是他也不会阻挡你去天堂。他不会。所以讲呢，主要嘛就是讲看咱家己啦，要互家己一个机会。咱若是讲就对继续安尼安尼，当然呢，时间还是比较够啦。咱到有去想。